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搁再一礼拜咯。今仔搁来到上帝的面头前，甲兄弟姊妹伫这个梦上，三合来敬拜主。多谢上帝伫这礼拜当中，成就咱一切所需用的，来帮助咱伫生活上、伫心灵上一切需要。得到上帝的恭敬，帮助咱有这个平安的心，使托咱这个无惊吓的心、勇敢的心，伫安静的时节，搁较常常甲主的沟通。咱虽然发现看到报纸咧，也搁有每日有5、6千的人。也个疫情真严重，求主托咱聪明智慧，也帮助老百姓会晓得保护家己，怎也袂互这个病毒感染着，互咱甲政府配合，帮助咱有智慧，想使咱。真紧的，将这疫情有法通真紧的过去，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互咱以后的日子，搁较靠着主的恩典来生活，并且来将上帝的福音传到土怀未听见的人。求主甲咱同在，借着伊今仔日的信息呢，来帮助咱。心灵搁较有快乐，搁较明白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靠着伊，虽然伫环境恶劣的当中，靠着伊，通来得到心中的平安甲信心，来奔跑水面的道路。咱搁在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啊，阮的阿爸上帝。阮虽然现今也搁伫疫情严重的时阵，但是阮过去了1年半的时阵，看见上帝的恩典仍然丰富，赐托阮一切所需用的，互阮心中有主所赐落的平安。虽然世上无平安，但是伫主的内面，阮有平安，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阮感谢你，靠着伊，阮也是有法通得胜。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求上帝你来带领，求圣灵来感动，叫阮对信息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盼望。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各种国防，我口是怎能述说？更将主的颂赞，他主
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早起的信息呢，甲这个炉子有关系，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啊，是以斯帖，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军国英雄啊。什么叫做军国英雄呢？啊，男的叫做英雄，女的叫做军国英雄，就是一位女子伫社会还是伫国家当中来帮助因的国家，赢过因的敌人啊，出去征战啊，为国家为社会来做一项大代志。伫咱中国的历史当中啊，也是有一位女英雄啊，军国英雄，就是花木兰啊。咱拢知影这个故事，替因老爸啊，女扮男装啊，装做男子哈啊，穿着军服啊，去战场咧征战啊。伫圣经当中，咱也是看到有一个人伫4世纪的时代啊，一个叫做狄波拉啊，狄波拉啊，是一个女先知，也是拯救伊的民族，脱离了这个外族人的控制甲种欺负啊，以后来经历到40年的平安的光景，所以咱看到，毋是人看见女子的迄个能力啊，女子也是伫历史上做了真伟大的工作啊。所以今仔日咱要讲到这个以斯帖的代志。你知影上帝借着伊来拯救伊的百姓，免受到灭绝啊、灭亡的危机。那以斯帖这个女子啊，伊的英文名叫 Esther 啊 ，Esther 的意思是星 star 星的意思。好啊，伊当然伊的原来犹太人的名叫做哈达沙啊，哈达沙。伊名是安尼。咱在这个伊细汉的时阵，伊爸母啊就早过身咯，所以这个伊是一个孤儿啊，伊是托因这个表阿兄啊，表阿兄还是表兄弟啊，还是叫做同阿兄，因为爸母是种将这个女子啊交托伊的同阿兄来管理，来抚养，来照顾。而且这个以斯帖是这个真水的查某人，圣经上的形容在容貌俊美啊的这个女子，好。那么当时的时代就是伫波斯的帝国所管理的这项代志发生是以第二个王波斯帝国的第二个王叫做亚哈随罗王，亚哈随斯啊，伊是伫公元前486到465年。BC 是公元前迄个时代拄好是波斯时代。那顶一礼拜咱有讲到这个但以理的时代迄个王尼布甲尼撒王忘记一个梦则袂记得咯那但以理甲伊过梦，伊忘记一个大仙人伊头是金的，伊胸甲两个手臂是银的。刷落去腹肚腰是铜的，佮刷落去两支骹腿是铁的，佮落去骹就是铁甲土会混合的。然后有一块石头对顶面落落来，天顶落，将这个粉碎，就是代表咱人类的历史经过一站搁一站的历史会过去在每一个帝国拢会过去。现在已经伫骹的这个部分了那么这个亚哈随罗王是伫波斯的时代。那么这个以斯帖呢，就是伊的时代
所发生的。这波斯管辖这个版图啊，伊的国境是非常的宽，对印度到非洲伊索比亚、伊ethiopia欧比亚这个国家是管理是真宽阔的所在那么以斯帖无是伫伊的时代所发生的代志的经过是安尼啊。当时亚哈随鲁王伊就邀请全国全有100几个种的成分在高贵的人物在政要咯、首领咯，来参加伊的宴会。伫宴会当中伊就吐出伊的所有的180个在权贵有地位的人来看因的荣耀，因国家会怎样强那么来参观，甲因开会讲解，因为伊说落去可能有要去交这个希腊拍战，所以伊就180天伫遐咧请客。了后呢，散去了，伊搁再请7日，摆7日的宴会，而且呢，伫这个宴会当中搁另外摆一个所在是专门咧请在妇女念这个王号，也是伫内面。当伫咧宴会当中这个王真欢喜并且看到偌侪人来参加，伊就下一条命令，就想，伊说：咱请王后这个王后的名叫做瓦什蒂请伊出来交众人见面，因为全国真侪政要国家的这大人物过来伫遮，咱做主人的应该着红帽出来接待因但是这个妇人人伊伫后面另外一桌请一个怀大人物的在怀太太咯伫内面。当这个王命令说叫人入去内面请王后出来，互人看。这个太太是一个真水的太太，但是拒绝这个王后拒绝这个王真无面子伫众人的面头前请太太出来甲人见面，小可打招呼者，伊互伊失去了荣耀，佮失去了伊的面子做国王的人竟然请袂出家己的夫人迄个王后来出来见人所以真见笑，真无面子。所以伊心内圣经形容说，心内亲像火伫咧烧因为伊失去了面子，失去了王的尊严。那么伊的部下看到这款的情形，就建议说：王伫现在这个大场合内面竟然你的太太王后做出这款的代志你应该得下一条命令，写这个通知书永远袂用咧改变，就是无允准这个王后这个瓦斯蒂来伫因王的面头前做伊的王后已经将伊的位分伊的这个地位的身份让托一个比伊搁较好的人，搁较水的人为什么呢？并且搁下一条命令去实行，互全国的所有的男子或妇女互因知影说，所有的妇人人妇女无论伊的丈夫是贵是贱，是有地位无地位，是有钱无有钱，拢着尊敬伊的丈夫。这个是真好真合乎圣经的所以王就逐个人真满意
这项代志真好，因就去实行咯。但是呢，毋得阁选一个皇后来代替咯。所以有一摆这皇后这个代志了后皇后家己一个人咧想念迄个被铁质的、被火去迄个皇后Vashti。哎呀，是阮顶摆迄个太太我创安尼代志，就怎这项代志咧想念这项代志，在伊的部下看出王的心思就共王讲说王不如咱踮全国内面选一个真水的处女，面貌美容非常水的处女就是未结婚的人来集中来。全国去选，被选到的人来交托咱皇宫内面一个咧女将还是女院，托这个将官在女子的培训还是洁身清洁家己啦互因所需要的香料、化妆品互因王感觉说你照你的话去行吧，所以因就照去行，就全国下一条报告，有够资格，面貌着水，未结婚品德着阁好诶，批选结果呢，选真侪人来咯，这个仪式帖也是批选跩人抑阁未做咧做皇后咧，着阁筛选，着阁竞选咧。但是因去见这个王的时节跩人一个去见的时节圣经讲伊迄个咧负责跩护理的代志，王宫内面跩叫做咧服侍伊的跩人太监特别欢喜这个仪式帖，而且阁运泰。先讲这个太监运泰这个仪式帖，因为毋但人水，做人也是好所以呢圣经阁讲说，凡也是看到这个仪式帖的人，拢真欢喜。这个国王呢当国王伫这个伊做王第7年的10月的时节。伊就将仪式帖就来见这个国王咯。圣经形容伊说仪式帖这个王爱仪式帖也加爱其他的女子伊伫王的目睭前蒙宠爱比其他的处女搁较深，搁较侪王就将见着伊欢喜特别是真疼的真爱，就将皇冠伊一个迄个冠就冠冕就戴伫这个女子仪式帖的头顶，就立伊做王咯，来代替以前的皇后叫做瓦斯蒂所以伊就这样立去了。但是有一项代志。伊的表阿兄甲伊讲伊表阿叫做莫迪改讲这个表小妹讲仪式帖你千万毋通共人讲你有这个犹太人的身份这个血统甲身份你这个籍贯甲这个种族毋通共别人讲为什么呢？下摆咱就会知影。那么仪式帖仪式帖后来因伫这个王宫内面佫发生一项代志。为什么代志呢？原来伊这个表阿兄顶摆有做着一项好代志什么好代志呢？对王有关系，就是伊听着两个这个咧过门的这个太监找机会要杀害这个国王要
要杀害这个国王阿哈随罗王啊，因为受愤伊啊，所以要杀害。因伫咧商量的时阵，这土伊的表阿兄伫门口哦听到，听到，所以就来讲莫迪改伊的表小妹讲啊，讲因小妹讲说，你去讲国王讲啊，外面有2个人要来杀害国王啦，要来谋杀你啦，你着注意啦，这个国王听到这个消息，经下命令叫去查这项代志有影无影，结果是诚实的，2个人想要杀害、暗杀这个国王，因就将这2个人掠起来，甲你挂咧柴头顶，一个珍贵的柴头，当时可能是一个咧刑罚在罪人的刑具，就甲掠去，并且将这项代志甲记伫历史上，说有一个人叫做莫迪改曾经将这项要谋杀国王的2个人的秘密甲王讲结果咧王则免去了这个杀身之灾所以写伫历史上。虽然有记录咧，但是无记录说到底有详述头这个报告秘密的这个莫迪改也无写，可能也是无啥物奖赏的后来呢，有一个因国家内面有一个王有一个种个部下叫做哈曼。这个哈曼可能对这个国家有真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国王有一日就甲因讲伊就将这个这个哈曼真贵的，将伊的官位升真贵，叫互伊真侪奖赏赐，伊佫是吩咐，这国王下条命令吩咐，伊凡也是人看到这个哈曼的人拢着伫伊面头前下拜，着跪拜，跪咧佫拜，意思是对这个哈曼一个尊重，因为哈曼的地位真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意思就是，除了这个王唔免跪拜以外，下骹所有的人任何人看到伊，百姓人甲其他的跩官员皆着向伊跪拜。但是呢，这个新的王后这个表阿兄莫迪改伊正常伫门口伊伫门口的时阵，真侪人拢跪拜，伊会跩真侪人甲伊讲，说王下一条命令，叫凡着见到这个哈曼人着跪拜，你若毋跪拜，你着被跪拜若无会去掠去去害死但是这个哈曼毋跪拜就是毋跪拜，因为知影啥物伊知影伊是犹太人犹太人毋敬拜偶像毋跪拜人只要敬拜这位上帝。因互人掠来外国人阮拄着这个灭国之灾是因为上帝要刑罚阮咧管教阮因为阮过去做了真侪得罪上帝的代志，跪拜偶像、敬拜偶像。现在阮被上帝管教，阮就互人掠来外国所以即阵有人要叫阮来跪拜伊在是毋做所以这个王这个哈曼听到伊的部下来报告说，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伊毋向你跪拜这个哈曼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生气，怒发冲冠圣经形容说怒气点兴就是伊生气迄囥伫腹内非常的生气咱的形容说生气真忝的时阵，就是怒发冲冠将迄个头毛就冲起来，将迄个帽甲你冲落去就形容这生气所以哈曼对待了真受愤犹太人伊这个哈曼因为毋跪拜所以毋跪拜这个哈曼所以哈曼就想一个办法伊说伊要将这个
犹太人啊，对因的国家当中啊，甲因灭绝。什么叫做灭绝啊？灭绝就是消灭咧，甲因杀死，大人囡仔全杀，消灭啊！咱就一阵genocide 同款啊 ，genocide 就是灭族啊。那么哈曼的计划吼伊就有拍即款的拍算就来到就要共这个国王申请申请就共王讲说王伊说伫咱的百姓当中百姓当中有即款的民族因分散伫咱这个帝国的国省当中伊说伊说因的律法因的条规甲咱的条规无同因毋遵守咱的条规毋向我，你讲着向我跪拜，因毋向我跪拜，因对咱的国家是无益处的，王你若看为合适你看为适合我呢要捐10000他连德的银真侪银，要捐入去咱国家的国库内面收藏呢，通来赞助咱的国家，但是你托我有这个权柄来将这犹太人对咱的国家当中给消灭起来，给害死。这个国王第10节就讲，王就摕家己的手指甲你挂伫这个哈曼的枕头咧。意思是托伊权柄，伊无论下什么命令，要杀害这犹太人，伊也是有这个权柄。所以这个就真大胆咯，有迄个手指，诚做一个国王会托伊的迄个权所以王就对这个哈曼讲伊说跩银你要互国家跩银你倒收去你倒收退去。伊说，但是我将跩百姓，所以犹太人的百姓交伫你的手内咯，你可以随意的对待因。圣经讲说随意的对待，要互伊拍，要互伊刑，要甲伊抬，随你的意所以因就是正月13日就叫了这个国家内面的书记，就将这个公布写报告出来，王托我的权限说要将咱国家的犹太人甲你消灭，伊就当一个印，一个手指印当咧，就这个权就这个权。所以这条命令是安尼讲圣经13节讲说，如果用王所托伊的手指砍印伫这张报告咧这条命令，吩咐将犹太人，无论是老少妇女、囡仔、大人、男的、女的、老的、少年的，伫一日之间伫一日当中就是12月13日，要全连歼敌，全连消灭犹太人，甲你杀戮这个灭绝，并且夺了因的财产。你看有毒还是无毒非常的恶毒要灭这个安尼因就真欢喜这个命令出去时，这王就叫这个哈曼伫遐咧啉酒要听候迄个时间会来临那么当时这个命令一出去的时阵，全国的犹太人包括这个摩底改非常的惊吓、伤心，因就伫遐哀哭，伫遐伫咧金只将土粉压起来，将衫拆开伫遐咧祈祷这个摩底改就叫人去共这个奉孝讲说奉孝你甲我叫咱全国的这犹太人会拄着危险了，就叫人甲因讲是咱全国的人都伫遐咧忧伤艰苦，伫遐穿麻布的衫伫遐这个以斯帖就对因知影了因的命运是遭危险的时阵
因为这个伊的表阿兄讲，你着去讲王讲啊，讲什么呢？讲王讲啊，唔通托这条命令推行实现啊，因为伊若实现，咱全国的犹太人就会死了啊，灭绝啊。所以王但是这个以斯帖就讲伊的表阿兄讲啊。伊说真艰苦啊，有一项艰难的代志啊。伊讲什么呢？伊说，因为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一条命令啊，讲到什么啊？伊说王的命令是安尼啊，说若无经过王来蒙调，叫因去人袂做随便进入去王的面头前，入去内院去见王，无论是男女别刻要被处死。意思就是无经过王的允准，你会随便入去会掠去抬啊。除非王向伊创作迄个金的迄支拐，金的一支拐不然啊，因袂用无法通生存，无法通存活这个以斯帖国王会就向这个伊的表阿兄莫迪改讲安尼，就是伊说我已经30日无去见王咯，你即阵要叫我去见王有生命的危险有生命的危险这个莫迪改伊表下就向以斯帖讲伊说你毋通想你伫王宫真safe咯，真安全咯因为你伫王宫内面但是你即阵若无开喙犹太人上帝要，这犹太人也是会对别个所在得到帮助，得到解脱会蒙拯救连你叫你老爸会家族也是会受到灭亡你哪会知影？你嫌毋知影？你今仔日这个王后的地位嫌毋是要为着今仔日这个危险的机会嘛？要拯救的机会嘛？所以你今仔日的身份毋是为着今仔日的这个机会嘛？什么机会？就是拯救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机会这个王后伊本身也是犹太族的人只是伊毋敢伫王的面头前讲出来，无讲出来。伊家己知影，这个莫迪改知影，这个一家伊的部下知影，宫内面的人知影。所以伊伫以斯帖听到这项消息的时阵，伊就伫神的面头前祈祷金食，伊也吩咐伊的跩部下金食伊的跩宫女金食。所以以斯帖就入去见王因为伊讲我去见王会死会活我是无可能知，但是伊肯为着生命的危险肯去见王来解决，向王来解决这项代志。所以以斯帖就入去，无入去到内宫，伊徛伫门口。这个国王伫宫殿内面坐伫宝座顶，看到门口一个女的徛伫遐，伊知影会认出是以斯帖伊的王后真欢喜，因为30日无见到面就赶紧叫伊入来，伊就甲迄支拐有金的拐夹起，安尼。这伊迄个王后就入来，这个是代表说会做来见我。伊这一入来时阵就换迄个头，迄支金拐的头伊是因两个就讲话咯哎呀，这个王看着真欢喜。哎呀，你入来你有啥物要求你要求讨什么你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讲我就是将这个国家的一半，咱国家的一半要互你，我也是甘愿。你看这个国王足疼这个王后是上阿土有这款的心足疼
并且是凡他伊所求的，皆要互伊。这个伫这项代志的时阵啊，这个王吼，伊说王啊，我要请你吼交一个人，就是哈曼啊，是你得手的，你所听的这个部下，我要请伊宴会伫我的宫内面，伫我徛的所在会请伊，伊说无问题啊，所以伊就请伊来咯，伊就来，所以国王叫这哈曼去来参加这个封侯为因两个备办的宴会，王就讲啊，伊说王侯啊，王侯啊，伊是帖啊，你跟我讲，你要要求什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讲，我就是将国家的一半要互你，也是无问题。王这个伊是帖王侯佫讲啊，说王啊，会做你佫请一摆袂？明仔日，你佫再甲请这个哈曼哦，来互我请食这个宴会。迄个时阵哦，我才要将我所买的，你要详述互我，要要求什么，我会甲你讲。无问题啊，这个宴会就了，就吉日会过来。伫迄个暗暝吼，这个国王吼，伫咧袂困咧，就掀开历史册啊，来看记录这个王侯的表阿兄莫迪改曾经做了一项拯救国王免于互人谋杀的代志，记录这项代志啊！伊才够想到，有影有这个莫迪改救了我一条命但是我都无记录说要想伊什么要详述伊什么这项代志，就问伊的部下说：无啊，咱无详述伊什么然后伊说应该咱国家当中这个真有荣耀的真尊贵的荣耀的人咱应该就详述互伊。所以到第二日的时阵，哇，就请这个哈曼来咯，哈曼伊就备办这个我查过本来是要讲这个以西帖的表阿兄莫迪改是要甲伊拍死咧顶骹，甲伊吊咧顶骹的伊甲备办的迄个等机会要甲伊害死。所以迄一日第二日了后第二日迄国王就来请咯，叫人来请。伊说王侯要来请咱去因厝内宫内面，要请咱两个去食你赶紧来哇，迄个就真欢喜，真荣耀。看卖咧，王尊重我，封侯也是真看重我，这请我去食两摆所以第二摆佫去的时阵，伫咧主餐的时阵王佫在问封侯你都要讲说，你要要求我什么物件？我要将王国中的一半详述互你，你即阵会用来讲咯。所以这个封侯就讲咯，伊说王啊，你若看为好，请你将我的性命详述互我。这王极奇怪，将你的命要详述互我，你佫将我的百姓叫我上族的人的生命详述互我，因为有人计划要将我交我的动作要甲你灭绝啦。若是安尼要灭绝咧，王的损失就真大咯这个王听起这个消息真生气真生气你就问，到底这个下这个命令的是谁这个莫迪改这个封侯以西帖就知。就是这个哈曼，你所看重、你所重视的这个部下哈曼，就是伊下命令要杀死我，也是要杀死我的同族的人。哇！这个王听到安尼真生气真是行出去，离开了这个请祷的所在，
行出去花园咧。那么，这个王有讲说，这个人若是这个人伊说就该害死这个王下诏命令，出这个命令的人应该就互伊死后尾王就出去这个哈曼就剩因两个咯，就赶紧伫向这个王后求情咯，请你救我的命，请你救我的命，就拍伫这个王后所坐所倒的一块伊古早时你食倒的时阵毋是倒顶安一块倒只边头摆椅是一块安尼较咱平的较低个人半倒半摕，踮遐啉酒食物件是安尼迄种叫较咱床咧低的床当迄个王入来时阵，看到这个哈曼就拍伫这个王后的床顶就搁较生气咯。本来都咧生气，搁较生气咯。大声喊：你大胆伫咱个内宫伫我的太太这个王后的面头前将你的身躯拍伫我太太的床顶王就下这个命令，即款的人给掠出去，掠去台。哇！这听到的时阵，迄部下听到，紧紧摕物件将迄个人砍咧，是甲掠去等12架，毋是12架一个叉架。结果呢，这个王就叫部下将这个本来迄个架迄个真贵的一长贵的叉架，是要为着这个皇后的表阿兄莫迪改备办的，要甲伊害死。即阵以撒。家己创个茶架，家己同王掠去吊死顶骹。王阁下一条命令，讲到说，然后这个哈曼死了，伊的家产完全送托这个王后要送托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得到这财产又交托这个。伊的表阿兄，伊就讲说，迄个救我的命会伫倒落迄个救我的命，迄个莫迪改伫倒落，伊说就伫门口叫伊入来。哇！伊就将王的迄个囚子本来是要拖哈曼摕来挂咧这个莫迪改的手的顶面并且互伊真贵的地位对官位我互伊享受真侪荣耀并且亲像迄个哈曼讲，伊说咱国中若有尊贵有对国家有贡献的尊荣的人应该着怎挂手指伫这个冠冕穿野水的衫佫骑王的马出去过路咧说互人知影结果王也是照迄个哈曼所讲的，叫莫迪改曾经救伊的命的也是骑王的马，穿野水的衫，互伊真贵的国王地位并且伫这个苏珊城互人看点燃，逐个人真尊敬伊。那么皇后则讲王这个哈曼下命令要将全国咱王国当中的以色列人，甲伊灭绝害死。现在你下一条命令，也是将这个取消。这个王就讲莫迪改讲说：你家己去写，叫咱这个国中的这个书记将这条命令推出去，这砍手印，就是取消这个害死犹太人的这个灾难并且还想要害死犹太人的还敌人恁甲解决。那么对这项代志犹太人就得到救了。王后的地位搁较悬咯。这个伊的表阿兄莫迪改升级咯，得胜咯。当这个报告传出去全国的时阵逐个犹太人真欢喜快乐的伫遐庆祝充满着快乐，因为因得救咯。
是因为这个妇人人以斯帖甲这个末底改拯救了因全国故事就安尼了了。虽然是安尼，但是这个故事有真侪属灵的功课，咱来学习头一个这个以斯帖这本册当中无有一摆记载神的名咱看到真奇妙的代志发生一款搁一款的三连接每一款都有神力的技术，但是暗中有人咧操纵，上下咧操纵那无记载神的名。神学家哩安尼讲虽然以斯帖无有写神的名伫当中呢，但是却有神的手伫遐咧做工。也就是说，神较咱亲像清一双手套，伊伫遐咧做工。神是清手套伫做工，虽然无看到伊的手，但是伊的手伫手套内面做真奇妙的工作，也就是等于神伫当中伫咧掌管呢。兄弟姊妹，咱是神的儿女咱伫世间中，虽然会拄着真侪困难、苦难，其实这代志的背后有上帝的手伫遐咧掌管着。上帝无放杀咱。圣经讲，凡万事会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神的手伫遐咧掌管。所以以斯帖当中上帝有备了这个孤儿，托人掠来到外国波斯，然后真奇妙的神互伊做王后，真奇妙的上帝一项搁再一项三连接的，叫以色列人、犹太人得到拯救。当咱伫患难当中的时阵，神有时互咱一个机会，要做伟大的工作，真有意义的工作。亲像以斯帖开始的时阵真惊，但是后来听到伊鼓励了后，伊惊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所以这个末底改讲是你竟毋知影，你今仔日这王后的身份是为着今仔日的日子吗？你着开嘴毋通惊，向王开嘴。你今仔日做王后的身份就是为着今仔日要拯救犹太人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今仔日有时上帝感动咱做这项代志，咱惊。提示毋做，上帝可能会叫别人去做，但是咱提示咱顺势，迄个愿意顺服去做，上帝欢喜悦纳，并且祝福伊、赏赐伊。咱也阁看见这个哈曼这个人，伊的祖先是谁就是阿玛力的后代阿玛力是从古早一直到出埃及的时阵，因阻挡犹太人、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甲因拍战。摩西伫顶甲夹手这个以利亚就伫遐伊的仆人就伫遐拍战胜利。伊一个无夹手落落来放落来，敌人就胜；伊若夹起来，就以色列人就得胜。伫咱看这个历史当中这个阿玛力人是这个先进的人，是神会对敌一步一步古早一直到现在，伫这个以斯帖的代志当中魔鬼借着
哈曼伫咧乱做，要来杀害犹太人。换当犹太人灭绝了，上帝的救恩啊，是对犹太人出来。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但是上帝带领啊，伫遐掌管的，伊保守用神力奇事保守犹太人民族。将来的救主弥赛亚救主伫这个民族当中啊出现诞生了。咱今仔日有法人得救，是上帝恩典、上帝保守、上帝的带领。所以咱今仔日啊，有法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一步一步将伊的救恩显明给世间人，一步过一步。虽然拄着魔鬼的乱阻阻挡攻击呢，上帝的手啊，伫遐掌管，一直来到救恩啊，salvation的完成啊！感谢主的恩典，上帝听你，伊为着你的得救啊，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耶稣。替咱死伫十字架，你愿意接受吗？今仔日现在是拯救的时间，拯救的日子。我若是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求伊赦免洗清去咱的罪。咱相信接受，咱就得到永生，咱的罪得到赦免，咱叫做神的儿女，咱一切重担困难，上帝要帮助，直到永远。三甲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这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知影。虽然上帝你的百姓拄着灾难，但是上帝你无离开，上帝的手暗中伫咧掌管，伫咧安排拯救的工作。今仔日偌侪信徒伫困难当中，拄着困难就离开上帝，实在是无应该。应该着好好认罪悔改，来倚靠上帝，相信上帝会带领带领，阮就要对苦难当中得到平安，得到拯救。感谢你，求你互阮对上帝的信心一日比一日会增加。虽然阮伫患难当中，但是阮也毋免惊，因为主甲阮同在，圣灵伫咧做工。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